没想到24年后再看风云主演，如今境遇早已天差地别。先看步惊云何润东，当年顶着泡面头转上天，不料娶了柜姐林佩熙后低调多年，没想到近期逐欲爆火，他因张凌赫、粉底液将军梗被全网考古。当年饰演的项羽气场拉满，与之神勇千古无二，再度翻红，硬汉演技依旧能打。反观聂风、赵文卓皆是李连杰接班人，功夫巨星前途无量，怎料事业当红，重心转向家庭，偶尔亮相综艺，经典角色再难超越，渐渐淡出一线。最唏嘘的是雄霸千叶真一，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反派。不料因新冠去世，享年82岁，一代枭雄就此落幕。明月蒋勤勤当年美得惊为天人，如今和陈建斌恩爱如初，偶尔复出拍戏，状态依旧惊艳。至于楚楚、陶虹本是实力派，却因整容判若两人，再无出圈作品。最意难平当属优弱江祖平，曾是无数人白月光，不料拍戏重伤退圈，更自曝被小男友侵犯后不敢再恋爱，令人唏嘘。